Hello，大家好，咁歡迎又嚟到呢個實德財經公錄嘅時候啦。OK，咁今日咧，OK，我哋嘅議題就係咧聯儲局剛剛被逼用被逼呢兩個字 ，OK，被逼降息之後嘅結果，OK 啊，同埋未來嘅預測，OK，咁好啦，咁大家都知道㗎啦，咁啱啱呢一個嘅週三晚上嘅時候啦，OK 啊，即係週四凌晨啦，咁聯儲局咧就真正咧就宣布啦，真係降息0.25厘啊，OK 啊，最新嘅基準利率咧就落到去3.5至3.75厘嘅水平，OK 啊，雖然咧呢件事情咧就好似一早就被大家係預示咗咁樣，OK 啊，咁但係當然啦，結果真正出台之後咧 ，OK，對個市場當然係會有直接性嘅影響啦，OK，咁究竟有啲咩影響咧？大家最關注嘅，咁我相信啦，香港嘅觀眾就可能會關注呢個嘅股市嘅方面多啲嘅，OK 啊，咁所以咧今日咧就先由阿 Ben，OK 啊，講一講 OK，今次嘅減息對於即係我講叫環球嘅股市又好，本地嘅股市又好，究竟有冇啲咩特別性嘅影響咧？咁講啦，今次減息就我覺得幾得意嘅。如果睇翻12月再之前㗎嘛，11月份議息㗎嘛，咁議息完之後咧，其實啱啱開始議息完咧，就唔係咁多人覺得12月份一定減息嘅，但係都係受到一個某位人士嘅壓力影響啦，急轉彎，最終都係12月有減息，仲要開始翻買債添。咁所以呢一樣嘢其實我就覺得幾得意嘅，因為其實好多經濟數據因為美國停擺之後咧，都未行晒出嚟。咦，咁急要減息，咁係咪即係暗示嚟緊下一年咁即係特朗普對聯儲局嘅影響力會更加大咧？咁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值得睇嘅。當然啦，呢個真正俾到落去嘅，要好多嘢，我相信下年就會更加明確。咁但係有一樣嘢都幾肯定嘅，美國就再次進入一個降息嘅週期。呢一樣嘢我都自己都覺得應該係㗎啦。至少上半年再減息嘅機會好大。咁但係會唔會係1月份咧？咁我就自己留翻一個叫 question mark 喺度先。咁點解咧？因為其實美國嘅就業數據啦，非農數據將會喺下個禮拜咧先至出翻嚟。咁如果個非農數據比市場預期好，咁我相信1月份啦，佢哋個再降息嘅空間啦，或者叫壓力上邊咧就冇咁大。咁亦都啦，俾阿鮑威爾留翻少少自由度，再等。即係新任聯儲局宣埋勢啦，企得屈啦，聯儲局主席宣埋勢啦，先再 action 咧都唔出奇嘅。咁但係啦對美國嚟講，可能真係話降息就叫板上釘釘啦。反而香港咧就有啲變化喎。今次各大銀行喺個 P 上邊咧就冇喐到嘅。咁雖然可以咁講，你話成個美國嘅加息週期裏邊，香港銀行冇跟足。只不過而家叫打回原形咁解啫。但係亦都開始，如果大家有留意新聞咧，都開始睇到有啲聲音就話：咦，香港嗰個減息週期接近尾聲咯喎。咦，咁樣呢一樣嘢可能對香港嘅投資者上邊咧係多少有少少嗰個叫做信心度啦，會影響嘅。但係啦，如果真係接近尾聲，咁會唔會有啲咩板塊就叫比較受惠咧？但係我自己就咁樣認為，就可能開始再對香港個房地產板塊特別受惠。特別係咩？同私人住宅相關嘅板塊。咁講啦，其實你話呢段時間，如果今年大家去到近呢2-3個月啦，都睇到好多新聞話，好多樓價突然間上翻喎，好多投資者年頭買樓年中或者第3個月開始都賺一橛放咗咯喎。我相信就話呢樣嘢都係同大家預期美國進入個減息週期有關係嘅。亦都見到啦，香港個叫做樓宇嘅成交啦，去到近年底亦都係慢慢增加咗。但係點解個情況就話貼近減息週期嘅尾聲，可能會對呢個叫做樓宇或者香港物業市場更加有利咧？就係因為貼近尾聲，好多人都覺得，嚟緊喺息口上邊未必會再減咯喎。咁即係話其實無謂再等啦。再落去價又上翻嚟，其次最誇張就係今年喺個租金上邊。咁睇翻啦，根據一啲某個物業代理嗰個數據顯示啦，今年去到首10個月，私人樓宇嗰個租金咧就上升咗2.76%。
其實係一個唔細嘅數字嚟嘅。咁如果 round up 翻一個數字嚟計啦，就可以清晰啲啦。咁大概而家啦，咁嗰個租金回報率咧，其實都唔低喎，有3.5至到4.2咁上下。咁大家可以 imagine 一下啦。嗱，而家香港啱啱就冇減 P， 但係而家個按揭息口大概幾多咧？3.25坐緊，封頂㗎啦。變相對投資者嚟計就吸引啦。咁有少少嗰個價差，咁大家覺得，咦，下年物業價就算唔升，租金回報都可能再升喎。咁再落去點解預期個租金會唔會再升啊？因為大家都明白好多政策上邊啦，好似推動咗好多人落嚟香港居住啊、做嘢等等。咁所以變相喺呢一個差距上邊，大家覺得，咦，唔係喎，唔使再等咯喎，個叫按揭上邊未必會講得好多咯喎，個息口上邊。變相大家可能會更加去心急去做呢樣嘢啦。咁但係你話喺香港個市場嚟計啦，咁我自己覺得就有少少。即係對嗰個地產市場嚟計啦，有少少要留意。咁我自己個偏向會叫做大家留意多少少咧，係同一啲租賃相關嘅。咁但係最好又唔涉及商業租賃啦。點解咧？因為其實商業市道都係暫時我自己認為有個比較大嘅 question mark 啦。咁但係私人住宅或者啲酒店相關嘅話，我自己相信係好嘅，因為頭先講過啦，落嚟租嘅咁可能係一啲可能住2-3年啦，讀書又好，做嘢又好，咁會受惠到一啲叫做酒店一啲或者叫酒店式公寓相關嘅物業。咁可能會對一啲 REIT 啊，即係房地產信託基金嗰類咧，就較為有利。咁亦都係啦。再落去咁對房地產市道嚟計啦，當然亦都係一件好事咯。咁當然啦，樓房價格大家開始趕住入市，咁你有新樓買咗先有機會租翻出去嘅啫。咁亦都係對投資者嚟計一件好事咯。咁所以你話今次嚟計，我覺得可能會加速咗一啲投資者個入市決心，因為你冇可能再等啊嘛，唔會 expect 個租即係個息口上面有好大嘅幫助咯。呢一樣係第一啦，就對個香港個市上邊啦，我自己認為，今次個息口上面嘅變動咧係最大嘅影響性嘅咁嗱。阿 Ben，我想問一問 ，OK， 即係頭先我聽你所講咧 ，OK， 因為我想 round up 翻少少，因為呢個位我覺得觀眾可能會有少少會mix up 咗嘅。其實你嘅意思係咪即係話 OK？ 因為而家見到咧嗰個叫做香港住宅嘅租金上升，租金回報率應該係相對提升。OK 啊，我而家頭先聽你講，大概有4%度啦。OK 嚇，咁但係同時間 OK 嗰個叫按揭嘅息率啊 ，OK， 其實封頂就3點幾。OK， 咁所以咧變相呢度就會有空間啦。OK， 就話喂，咦，我買層樓翻嚟 ，OK， 咦？如果租到俾人嘅話，我收佢嘅租不單止係 cover 多個供款之餘 ，OK， 仲有少少墮落袋添喎 ，OK 啊，有人幫我供樓，我仲有少少墮落袋 ，OK， 咁喺咁嘅趨勢底下 ，OK 啊，就會吸引咗啲人，啲投資客 ，OK， 更願意就去買樓啦 ，OK 嘅意思係咪咁樣？係啊，OK， 咁大家應該清楚啦 ，OK， 咁其實Ben 頭先講一個好好嘅一個，即係我想叫點子出嚟 ，OK 啊，咁大家無論喺樓市上面又好，或者喺股市上面又好咧 ，OK， 或者都可以留意翻呢樣嘢 ，OK 啊，好啦，咁至於喺我哋呢邊啦，匯市嘅方面嘅話咧 ，OK， 咁會比較即係未必係咁 local 化啦 ，OK， 比較本地化，會國際化少少 ，OK 啊，咁好啦，咁因為咧啱啱咧，當美國宣布佢降息嘅時候咧 ，OK， 其實咧當日OK 個美金指數咧係的確係開始下跌嘅，咁而且連跌咗2日添 ，OK 啊，咁由咧 OK 未公佈前咧，美金指數喺99.3附近嘅高位 ，OK， 係跌到落去咧，琴日 OK 啊，咁咧就最低嘅時間咧係見過咧係98.1嘅水平㗎 ，OK 啊，99.3就跌到98.1 ，OK 啊，咁好啦，呢一個咧就係其實係公佈議息之後嘅結果。不過其實我想講 ，OK， 我反而咧覺得咧係主要令到個美元下跌咧，其實個原因並不是因為降息。點解我咁講咧？因為降息其實早喺未公佈前嘅半個月 ，OK 啊，大家好似已經係預示咗㗎啦 ，OK。反而咧，今次嘅議息結果咧係有一件事情咧係令到個美元指數咧係下跌嘅。其實就係咩咧？就係鮑威爾 OK 就宣布聯儲局 OK 係計劃回購約莫係400至700億美元嘅債券。呢一個行動咧，佢仲講到明添喎。係為咗市場注入流動性嘅資金 ，OK 啊？咁好啦，我反而覺得係呢一個大家之前
冇估計過佢會出現嘅動作，OK 啊？如果突然間宣布呢件事，咁咪即係增加美元嘅供應量咯，OK 啊？美元嘅流動性咯，OK。咁反而呢一個咧，只係一個主因啊，令到個美金指數點解喺過去嗰2日會係下跌嘅一個情況，OK。咁所以我覺得啊，OK 呢個倫理關係咧，OK 首先係要搞清楚嘅，OK 啊。咁好啦，咁但係個重點就係啦，OK。咁美元向下嘅趨勢，OK 又會唔會持續咧？OK。咁呢個係大家最關心㗎，係咪？OK 啊。咁好啦，咁我哋試下從不同嘅角度去講啦，OK。首先我就從鮑威爾 OK 嘅會後聲明 OK 嘅啲重點上面去講先啦 OK 嗱第一 OK 啊咁啊鮑威爾咧喺會後聲明咧上面咧重點講到明㗎啦，佢話 FOMC 一致認為通脹係過高嘅，勞動市場走弱，而今次嘅降息咧就係要應對勞動市場嘅轉向 OK 啊咁好啦，咁呢個第一樣嘢啦，佢講嘅 OK。第二 OK 啊。就係點陣圖上面咧，亦都顯示 OK 啊，各個聯儲局嘅委員嘅決策者 OK 預測2026年降息嘅機會咧 OK 係大概係1至2次 OK 啊，嗱咁呢個要小心咯喎，1至2次喎 OK，咁啊今年淨係由9月至今都已經降咗3次㗎咯喎 OK 啊，咁即係話佢哋大家都預計下年其實會比今年嗰個叫降息次數為少喎，喺點陣圖上面 OK 啊，好啦第三 OK。就係佢講到未來幾個月國債嘅購買可能會維持喺高位 ，OK 啊，梗係啦，因為佢自己回購啊嘛 ，OK 啊，好啦，咁呢3樣嘢 ，OK 啊，咁好啦，咁呢3樣嘢 ，OK，我想講一講 ，OK，第一同埋第二點 ，OK 啊，即係話包括啦，鮑威爾講到啦 ，OK， 通脹係過高 ，OK 啊，喂，通脹過高，佢今次嘅減息講到明係只係應對勞動市場有機會走弱嘅情況，可能係一次性嘅。但係佢應付咗啦，已經 OK 啊！但係佢最關注嘅仍然係乜嘢？通脹係過高，咁即係話頭先答翻阿 Ben 個問題啦 OK。你話1月會唔會減息咧？咁阿 Ben 就有 question mark 啦 OK， 我就冇 question mark 嘅。你問我，哇，我覺得肯定係唔會減息 OK 啊？點解咧 OK？因為講到明啦嘛，通脹佢哋今日過高啊，覺得 OK， 我仲要10月減，我再1月減 OK， 我都會擔憂 OK 啊！我刺激勞動市場嘅同時。我刺激埋嗰個不能夠受控嘅通脹，咁我就大鑊啦 ，OK 啊？咁所以咧，我覺得啊，以鮑威爾過去比較穩陣嘅作派嘅話 OK， 我都係1月份一定係唔會降息㗎啦 ，OK 啊？咁所以咧，呢一樣嘢咧，對於美金嚟講咧，反而有利嘅 ，OK 啊？好啦，而第二樣嘢啦，頭先講過啦，喺點陣圖上面大家都見到啦，預計下年降息嘅次數會比今年細嘅。OK， 比今年少嘅 OK， 咁呢方面嚟講對美金應該一樣係有利嘅啫喎 ，OK 啊，好啦，咁但係咧第3點就唔係啦，第3點就係佢講到明 OK， 咁未來幾個月 OK， 即係短期係會一個高流動性嘅資金供應量嘅情況底下嘅話咧，咁反而呢樣嘢對於美金嚟講咧應該有壓力嚟嘅喎 ，OK 啊，嗱咁所以咧你可以見到 OK， 佢會後聲明嘅重點咧，你會發現 OK 啊，其實講真對於美元嚟講咧係有利好，亦都有利淡。OK 啊嘅一啲我所叫因素嘅，咁因此咧 OK 我就會覺得啊，美金咧形成一個短期嘅牛皮局面，主要嘅範圍咧應該會喺98至到99.8 OK 啊呢個範圍裏邊 OK 係牛皮上落為主嘅 OK 啊，咁所以咧美元咧 OK 只係對個別貨幣咧 OK 係會有自己獨特嘅走勢嘅啫 OK 啊，